早有一个神秘的神殿，内底有足珍贵的宝藏。听讲有一位智慧之神伫咧遐镇守，足侪人拢有法度通过伊的考验，空手而回。到底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何时才会出现呢？小朋友，行，进来，今日哦要来摕宝藏，你有信心无？好，等一下好好表现哦，小梦先来啊！守护宝藏是我石门神，打开智慧，爱找智慧之神。队长，新着小朋友，大家好。我最近有一个梦想，我想要开一间店做头家。小朋友，我来问恁，恁若是有机会会当做头家，恁想要开什么店？我想要开一间专门咧卖台语文创商品的店。台语的物件，我想要开干妈店，干妈店，我想要开画图的店，我想要开卖鸡卵糕的店。鸡卵糕。我感觉头前第一位这位小朋友，你可大声讲一遍，你想要开什么店？我想要开一间专门咧卖台语文创商品的店。我听你讲这句话，我的目屎拢停落来啊！感动啊！非常感动，因为爱甲这个台语的水，甲台语的文化留落去，你讲对唔对？对。恁大家拢非常的赞，对这个梦想哦，拢真有想法。那呢，提出恁的精神，也够开力，大声讲出恁的队名。我是小着着苍蝇一堆，出发！欢迎光临。小朋友，来！来，买鱼啊！买鱼啊！老啊，一尾哦，一尾只要2个金箍箍，一尾2个金箍箍尔，来看卖下者。一尾2个金箍箍。看你是要5啊，贵是白抢啊，是啥？贵。贵松松。你看我这一尾2箍，贵松松。贵松松。偌济你要买？十尾一个金箍箍。3尾一个金箍箍。我规气，规单拢送你。啊，毋过主吼，我敢若一个金箍箍要安怎买鱼啊？啊，无安尼啦，看恁上通啊，互我较欢喜的，啊若较欢喜的，我才拢送你。伊就是讲，咱买一尾送10尾，好无？买一尾送无就买袂歹啊吧？是袂歹啦。无你迄落你裤底啊插会记啥？哎呦，紧啊是毋是？无你先分一下听看卖啊，若是欢喜哦，连金箍箍拢送你。哎呦，哦，开始要表演开始啊吼！无该拍婆仔节啦，拍婆仔节，较有信心的。哇，弄我你啊！真的哦。啊，袂歹。头先讲到头家大人要开的店无啥无共款今仔日就是要考恁甲头家有关系的题目，有信心无？好，来哦，准备接招，应来噶！好康斗相报，一个人先投球，球入空，另外一个人讲题目，其他队员球台，甲球扔去答案迄空，看到几题，就会当摕到相对应的金箍箍。恁敢有法度来过关呢？大家敢知影电动汽车？知。有哦。厝诶敢是使电动汽车？无遐好用。无遐好呀，袂啦，即摆愈来愈俗啊啦。因为咱讲到电动汽车的创办人 Musk， 伊一开始创业的时阵啊，因为收入的关系，伊拢伫咧教堂洗身躯，困伫咧碰椅，
经过一段非常辛苦的日子，到即马伊变成全世界上有钱的人，大家拢知影伊嘛。即马要来问你，就是甲开店做头家有关系的题目，加油哦！尹大家，加油！第一卡，好，卡给，卡给，卡给，小我做，小我做。好，卡头前一点点。好，有啊。第一个题目，做生意咧卖物件的人好做啥？好做啥？啥？来哦，你会使讨论看倒一个哦。好，好做啥？来，倒一个，你们选倒一个。你的边啊，这边。紧嘞紧嘞！来，搁一个，这个，来啊！加油！加油啊！加油哦！无食有饭，时间哦，有时对间哦哦。。哎呦哦！哎呦，你讲伊无食饭啊？你是？食伤济。好，来！啊，刷过。有无阿姨哦？差一点点嘛，加油！我来，起你。差一点点嘛，差一点点嘛。当者。哦。第二题。你看刚才哦，轻加油！快好准！过来。哎，卡给！哎，马紧。好，卖紧张。加油！你卡头前，卡给。学煮算会晓用到的物件，学煮算会用到的物件。哦，到底是啥物物件咧？伫倒位？叶真是倒位？加油！你们选的是这个吗？哦，较紧到底是啥物物件？有啊，第三个。加油！啥物时阵买物件较俗？较大声。啥物时阵买物件较俗？啥物时阵买物件较俗？哦，听清楚无？选好啊！好对，选好啊。好，时间到啊，而且球嘛入空啊，入空就是决定啊嘛。决定啊！啊，毋过因这答唔讲对咧，尹来教。好，到底对着几题咧？咱第一个题目，咱做伙甲念出来，好无？来哦。做生意卖物件的人好做啥？好做啥？头家，头家嘛。啊，去买物件的人叫啥？人客。对啦，啊，恁选第个就是头家。头家，无毋对哦，真好。好，学煮算会用到的物件，咱嘛做伙念一解。学煮算会用到的物件。是啥物？算盘。算盘。第三题咧。啥物时阵买物件较俗？啥物时阵？拍折，拍一个时阵嘛，周年庆啊，一定爱买保养品啊。保养品啊。啊，毋过你头前无说你选着头家去啊？对，是超无好势吼。对。哎，敢若是伫你这边哦。是迄足困难的，足困难的。啊，都别去啊。超袂好势啦。好，来看觅啊，恁得到2题，会当摕到半个金箍箍。恭喜！来哦，后一关准备接招，演来卡。爱讲才会赢，三个人会一直耍位，轮到谁就爱来回答。第一阵是甲恁队长合作，看到的偌济就金箍箍通摕。第二阵换恁爱甲我对决，若是赢我，咪当摕到金箍箍，准备接招啦！做头家其实真正毋是一件简单的代志，你爱晓算，搁爱晓欠。有一句话安尼讲啊，赚一箍毋是赚，欠一箍才是赚。你就知影这个道理伫。咱即马先来看觅恁的题目是啥物咧？请讲出各种用单位的用词。单位的用词，一块、一粒、一粒、一块、一粒、中斤、一箍、大斤、一领，一领、一领、一支。一支。好，来，我讲伤济去啊！好来，准备接招，现在噶。一台。一个。一个。一只。哎呦，一支，
一支小雨伞。对，一本一本册。还有啥？公分，啊？公分对，公分。一车一车。一车一车好啦，是哦。一车。一间一间，哦，一间厝会应哦该。哦，我知道。一栋一栋。哎呦，足够想的哦，联想哦。台斤，哎呦，台斤，哎呦，有伫买鱼啊哦。公斤公斤对。体重公斤。哎呦，敢若真够哦，足够讲。讲一只一一只讲过啊，一只讲过啊。一尾无讲，一尾无讲过对哦，对对。一尾鱼啊，一袋，一袋对，一吨。一吨哦，一吨那这个是一栋啊。哦，还是吨。你讲，你是讲的是吨嘛？哦对啊你是讲国语啊？对啊，一吨啊。嘿我记我是来学习的啦。啊是，对，一栋。嘿啦，啊，伊有想到啦。诶，你头先有想到其他因无讲到的无？讲笑有，啥啥？一片，一片，真好啊！啊，有无？讲笑有讲过无？讲讲说无，恁头先讲的公分，拄则有讲一领啦，伊拄仔咧一领，一领无讲着。还有一箱，啊，一对。啊，一对，一箱鞋啊嘛，一对，双对，吼，万年富贵。啊。哎呦，恁拢总得着13题，真熬。哇！咱开始玩乐啊！好，我恁啊，题目真简单，讲出钱的事。钱的事，钱的事，讲出有钱的这个事，敢若少钱啊，有钱啊，无钱。这困难的有啦，呢。真济，甲想看卖啊吼。有钱无钱，爱钱对借啊钱，，我想无咧。轻钱。兄钱啊，你莫去讲，莫去讲。兄伊讲出四个哦，准备好好哦，要开始哦。兄那个，欠钱，开始哦，无钱，无钱，欠钱无钱，艰苦钱，哎啊无伊啊，哦，兄钱，兄钱，欠着兄啊，艰苦钱，艰苦钱，金钱会使？金钱啊，输啊，金钱，金钱啊，金钱，讲啥？算钱，讲啥？算钱，算钱啊，讲啥？还有啥？拜托个九天行李，钱财有啊，钱财，钱某，钱无？钱无，哦，钱，钱，好钱，旧钱，有钱无钱，欠钱，零钱，趁钱，啊，什么钱啊？什么钱啊？我想无咧，这摆想啊，啊，讲啥？钱筒啊？开钱钱，筒啊哦，开钱出钱，钱庄，钱哇，钱地啊，钱起，咱拢想无，这期拢想无，啊，纸钱，纸钱、兄钱，钱地啊，真后2题拢互恁过关啊，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好，来到上尾关啊，准备接招，现在ca。选你无毋对，即关要来看影片，内底会有题目，白小姐甲红吉吉会讲出因家己的答案，恁着爱判断，选看谁才是对的。若是选毋对，恁就会失去2位队员；若是选了对，就会当摕到金箍箍哦。咱今仔日啦，听遐济创业的代志，一定要听另外一个哇，真厉害，恁值得咱学习的一个创业的故事。好咱做伙来听看嘛咧，现在ca。听讲这是一间做饼的工厂。咦，这红红的是咸椒啊？因竟然用咸椒啊来做饼哦？
一开始的时阵，只是就是迄种，就是我想讲，咸椒啊，无爱，然后就想讲迄种糯米粉，因为一开始送人的时阵，人佫无爱食。我家己已经做遐尼济，当我较早嘛会拄着迄咸椒啊伤咸的时阵，我嘛拢有迄种半暝啊疼甲就是醒起来。我嘛算爱好运啊，因为虽然阮去用骗做济届，阮不止去用就是去用骗钱，然后来骗迄种制成，就是然后。但是我感觉我一直拢甲我家己讲，我感觉我做好运的所在是，我感觉帮助我的贵人比害我的人就是搁较侪。我感觉我会当坚持到即嘛，我真正感觉是因为我有这个员工啊。然后这个囡仔就是像我讲的，因无足巧，啊毋过这个囡仔真正互我感，就感觉足甘心嘛，就是我足感谢因，就是有因，我还会当坚持到即嘛。然后也毋是因为讲真的。迄个压力上大哦，迄真正就是真正无法度支持。创业真正无简单呢，拄着困难哦，嘛着爱靠坚持，甲伊拼落去。讲到这，恁敢知影倒一个词有坚持的意思咧？哦，哎，无简单呢，创业。听啊，到要流目屎哦，亲像叫咸姜啊咸着，嘿，真感动啦！啊，到底坚持安怎坚持落去？坚持的意思倒一个词咧？白雪雪尾头讲到尾，互恁考试绝对袂掉车尾，会当讲叫做硬正。定定听人咧讲一句话哦，就是哦拄着代志，千万唔好惊，硬正落去就是你的，安尼知影无？硬正，好硬正，红记记咧。听爸倒头菜，听翁上喜爱。红记记来讲，互恁知，这句话就是咧讲面烂。若是听到有人咧讲，这个人做工课足面烂的，就看起来一定会成功。哦，面烂，面烂，还是硬正？到底是倒一个较有坚持的意思？拄好你感觉倒一个？白雪雪，是安怎是白雪雪？红记记，烂这个字，敢烂去啊？烂去，感觉是无好的。嘿啊，白雪雪，正代表啥物意思？拼了，拼落。正就是拼的意思。你感觉是安尼啦？哦，面烂呢？啊，真的，白雪雪，是安怎是白雪雪？正。跟伊共款，差不多意思。哦，感觉烂这个字是无好的。无道理。有别款无共款的意见哦。啊，兄呢？哦，来，恁拢会用。我感觉是白雪雪。我感觉红记记的那像就是无想要做工课。就是咱伫遐，片段呢？会做。烂烂。啊，歹眼咧。唔是。我嘛感觉是白雪雪。哦，想一个哦。硬正。你想要投白雪雪的请牙手？我要投白雪雪。红记记的请牙手。无人。哎呀，好。所以你们选的是白雪雪。敢安呢？所以你们选的是白雪雪。敢安呢？再会。白雪雪便宜啊啦，硬正，来，恁出来，我甲恁讲硬正是啥物意思？硬正是你形容讲你衫有去郁过，郁甲迄落足挺的，迄是用硬正去形容，知无？啊，嘛有另外一个你形容一个哦，哇，这个老阿伯已经80岁啊，佫这样硬正，就身体足勇健的意思。身体足健康啊。嘿，啊面烂就亲像咱红记记讲的啦，就是有坚持，啊，佫有足认真的意思。好，无要紧，第一题咱佫有一届机会啦吼，来看第二题，先来教。要做这咸椒仔饼是真够工哦。头起身爱甲伊洗好清气，手落啊爱挂好，手若去险着是会整起来的哦。洗几啊摆了后，一锅啊一锅，甲满仔洗入去，上落尾全部饼落去油鼎入酥，红记记的咸椒仔饼就完成安尼，食着真香。
阁袂伤险。无啥敢食险的人哦，嘛毋免惊。讲到食险，恁敢知影？若是无细哩食到险的物件，爱安怎解险呢？食到这险的咸椒仔饼物件，实在有够好食。啊，到底要安怎解险？你若食一个伤险，要安怎解险？来，红记白写写。详细听，拄到这种代志，一定爱食酸的物件，尤其是哦，会当啉这个梅仔汁，也是柠檬汁，因为呢，会当甲这个吼辣椒素综合性，甲这个碱性哦，甲伊减较济，安尼哦就袂足咸的，安尼你知影无？哦，啉酸的，酸的碱性较悬嘛。对。哦，啊，红记安怎讲？当然嘛是爱啉冰的啊，因为咸椒仔内底的咸椒素会互咱的喙齿红、甲肿，啊，搁有疼。这时阵会使啉一杯足冰的茶，这时阵咱的喙齿就袂遮尔啊疼。哦，到底是啉冰的，还是啉酸的？解险。阿珍，你感觉是倒一个？我感觉是冰的，冰的，是安怎是冰的？因为诶，唔知，讲到一半，感觉唔知。我感觉好，啊，拄好做好咧。食酸的，食酸的，冰冰的我气管无好。对啦。经验来你生分享。活经验分享袂歹哦。啊，真诶，你听伊的分享了，感觉我感觉你是对的呢。感觉是对的。你想要选白色色的请牙手，那是什么？食酸的物件，好。酸的，到底是冰的还是酸的？恁的选择是？白色色。敢安尼？真侪人拢知影，咱若要解险，有当时会啉牛奶。哦。啊，其实哦，食酸的嘛会使，因为咱险伊是毋是味觉哦，伊是疼觉。疼觉。所以你食冰的是暂时可能会有小可较袂险，啊，毋过一时仔就搁险起来。酸的。哦，安尼知影哦。好。即马摕到一个会当摕到半个金扣扣。好啊，袂歹啊，安尼加来加去，嘛有2届摕宝藏的机会，敢摕到咧？现在加。摕宝藏的机会来啊，2届的机会。你有特别介倒一个动物无？歹啊，你有想要选倒一个动物？东尾山牛，啊，阿兴想要选长尾山牛啊。英英想要选长尾山羊，啊，其他的咧？东尾山牛，东尾山牛，拢长尾山羊。对。第一个简单选，简单选，好，好无？好，手放起。我讲请饲落再饲落哦。轻轻啊哦。确定哦，请饲落。哇！阿准啊！厉害棒奖！恭喜啊！哪厉害啊！哇！够搞的啦！英英，你若一个想要选伊，因为我看足侪集拢是东尾山牛。你讲看看足啥？侪集的啦。爱话所在啊，爱话所在啊！你看人一来摇了，搁摕到咧。继续学台语，继续讲台语，真正是非常了不起。欢喜学台语。